吾尔族刀郎组合简介。刀郎人是生活在新疆叶尔羌河、塔里木河乃至罗布泊地区远古维吾尔族人的自称。刀郎舞是刀郎人在征服艰苦自然环境中，在民间逐步形成集歌舞乐于一体，表现生活和劳动场景独特的艺术形式。组合一：齐克地脉，训练男女脚步动作的颤动和踏步颠步。组合二：塞乃姆，训练运用眼、眉、颈部，用沉稳姿势表现粗犷中的优美，彪悍中的柔婉。组合三：塞利凯，训练男女动作形式和动作幅度基本一致，男女目光都要聚视在一个点上，女性的身体颤动要比男性细腻柔婉。组合四：斯尔利脉，男女分别或共同形成的大小圆圈，共同用头、肩、腰、手、足相互结对替换，表现刀郎人勤劳、勇敢、豪爽的性格特征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期盼。组合一：齐克地脉。
何三、赛利凯。